真理啊，也有男人脸的呢。哦，有的在游泳，可以从背面拍到，或者是从正面拍的。好像没有头发了，呵呵，是人的圆圆的头，光头那种。好，念好念好。没有被渔夫抓到了，从收网把它拉上来的，拉到船上。还有突袭在海边观看鲸鱼的年轻人，很吓人的。就突然间跑出来，不会吓人吗？那是美人鱼，也有攻击人的，也有游到船边吓到人的，也有在海上那个小，那个也不算小岛，就是有凸出来的石头，让它爬到上面去，然后被人发现以后就又爬过那个石头，然后跳入海中。可以用手机的语音助理来开启哦，来操作一下。手机屏幕正下方圆圈圈按长按，怎么跳？这个叫语音助理 OK Google， 请开启 OK Google，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美人鱼。下面是在 YouTube 找到的内容。然后后面是影片的部分关键字，按搜寻结果，可以比较多的选项。哦，小美人鱼是女人穿那个欧美的女人穿那个泳装啊，像后面那个美人鱼的尾巴那种。还有真实影片，澳洲大堡礁意外拍到人鱼呢，美就去掉了，不一定是像女人那种脸。男美人鱼和女美人鱼还是在水里面打起了，真的有这种事啊？是人演的吗？可能是人演的。